琴日咧，香港發生咗一個災難性嘅事件，就係雲福苑嘅火災，豎動香港向所有受影響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致以我哋嘅慰問，同埋亦都係向所有參與嘅救援人員同埋有幫過手嘅社區人士係致以我哋嘅敬意。喺呢幾日，我哋會運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希望向社會送上一點點嘅心理支援。第一個想同大家去分享嘅議題就係喺呢啲時間嗰度，我哋可以點樣去照顧自己。首先第一個 point， 對於創傷嘅反應咧，其實係一個連續嘅光譜，而每一個人亦都可以係唔同嘅。例如可能有一啲人當刻未必感覺到一個強烈嘅情緒反應，好似成個世界覺得麻木咗，但係身體有感受。咁樣唔代表一定係你冷漠，可能係一種我哋保護情緒衝擊嘅方式。有一啲人可能感覺會好悲傷。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可能係憤怒；對於某一啲人嚟講係絕望，甚至有一啲人可能係冇乜感覺。呢啲都係每一個人同傷痛去相處好獨有嘅反應，唔係代表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有任何事出咗錯。傷痛係決定你同呢件事點樣關係嘅方式。每一種感受都係反映你好愛身邊人，亦都愛我哋嘅社會，亦即係香港。之後嘅問題就係我哋可以點樣好好咁去照顧自己嘅情緒呢？我首先會由情緒覺得最唔穩定開始去講起，跟住慢慢去講，當你覺得穩定嘅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如果當你嘅情緒係覺得好唔穩定，睇到一啲新聞有一個唔舒服嘅身體感覺或者不能自已，其實不如考慮下留返少少距離啊！我哋係唔需要時時都接觸個新聞先係關心緊件事嘅。亦都可能有一啲呼吸練習係會幫到大家嘅，嚟一個叫雙型呼吸法 （box breathing） 嘅技巧。個方式非常之簡單，你可以試下數1、2、3、4咁樣吸氣，跟住維持4下，1、2、3、4，再用4秒慢慢將嗰道氣呼出。呢個呼吸法咧，會同我哋嘅副交感神經系統有作用，達到平靜情緒嘅功效。而當我哋穩定咗情緒啦，其實個 social connection， 亦即係社交嘅支持，亦都係非常之緊要。不妨去攬一攬身邊嘅人，甚至係你嘅寵物，問下大家有冇啲乜嘢想傾訴。再者，另一個我哋去處理呢個傷痛嘅方式就係 compassion 啊，亦即係個慈悲。慈悲同同理唔同，就係我哋唔單單只係去感受到悲傷，而係我哋自己嘅能力係可以做一啲嘢嘅。正如其實拍呢條片，可能亦都係我去處理呢個傷痛嘅方法。你並唔孤單，因為其實好多人都係喺呢個情緒狀態陪你一齊去感受嘅。